好，又嚟到有情食品平價超市，同大家睇下呢期有啲咩抵買嘢先。呢款紀州產原熟莓味嘅薯條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就一盒啊！計咗㗎嘛，開嚟。另外呢款大大盒貴格燕麥方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一盒。另外呢款維他低糖芒果豆奶啊，賣緊10蚊有3包，除翻開3個幾就已經有一包啦。呢款一 pack 裡面有5包嘅韓國明洞泡菜麵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6蚊。另外呢款內雪嘅蘭香龍井啊，佢係無糖嘅，而家賣緊10蚊有4支，除翻2個半就已經有一支啦。另外呢款內雪茉莉露液波士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有4支，除翻開2個半就已經有一支啦。而呢款紅牛能量飲品，葡萄蘋果味同埋有柚子味嘅，而家賣緊10蚊有2罐，除翻開5蚊就已經有一罐啦。而呢款麒麟5號紅茶，無糖紅茶係賣緊10蚊有3支，除翻開3個幾就已經有一支啦。另外呢款電解質飲品係賣緊10蚊有3支，除翻開3個幾就已經有一支啦。呢款氣泡風味飲品，佢有薄荷青檸味同埋金桔味嘅，係賣緊10蚊有4罐，除翻開2個半就已經有一罐啦。呢款5號紅茶或者奶茶係賣緊5蚊有一支。呢款山茶亦都係賣緊5蚊有一支㗎。另外呢款一 pack 裏面有6罐嘅加多寶，而家都係賣緊18蚊，除分開3蚊就有一罐啦。呢款大大支嘅御茶園冷山茶王，而家都係賣緊5蚊。呢款一 pack 裏面有6包嘅楊葉城烏龍茶或者檸檬茶呢，都係賣緊8蚊。呢款韓國賓格瑞飲品，佢有梨子味啦、梳打味啦，同埋仲有桃子味嘅，都係賣緊15蚊有6包。
呢款迷你朱古力曲奇餅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有一包。呢款一盒裡面有多包嘅夾心 Oreo 夾心餅，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呢款番茄牛肉自熱火鍋，而家都係賣緊30蚊。另外呢款蟹黃拌麵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一個。另外呢款黑芝麻丸係賣緊10蚊有一包。呢款比利時杏仁牛油薄脆餅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一盒。呢款大大盒芝麻酥餅同埋板栗酥餅，而家都係賣緊15蚊。呢款日本椰子乳酪啫喱，而家都係賣緊5蚊一杯。另外呢款草莓味嘅穀物乳酪，而家都係賣緊8蚊。另外呢款大大包2克嘅牛肉粒，都係賣緊12蚊有一包。呢款旺仔 QQ 肉戰糖賣緊10蚊有3包，除翻3個幾就已經有一包啦。呢款蛋黃肉餅或者正味肉餅啊，而家賣緊10蚊有5個，除翻開2蚊就已經有一個啦。另外呢款大大包嘅雞蛋仔餅乾，而家都係賣緊9蚊。呢款嗰度太郎芥辣魚柳都係賣緊16蚊。呢款大大包嘅日清雜果穀物早餐，而家都係賣緊15蚊有一袋。呢款日本海老燒片，而家賣緊10蚊有一包。另外呢款樂天草莓夾心餅賣緊5蚊。